台灣手廟天壇7號上午佇個廟埕舉辦天公賜福、感恩淨甌的典禮，邀請到市府民政局長江寧煌、民意代表以及桃園大使王國珍來出席，共同見證充滿感恩甲祝福的儀式。今天我們齊聚在天壇，在玉皇上帝見證之下，共同向2025年在台南及花蓮風災中辛苦付出的所有人，致上最深的敬意和感謝。因為有你們，我們的城市才能夠重現新的希望。也因此，天壇秉持以善為本、以德為先的信念，特別與陶藝國寶翁國珍大師攜手製作象徵感恩與祝福的感恩壺。每一株壺都是手工製作，每一株壺都是代表一份的誠摯心意。咱天壇用上帝頭前啦，實際上咱存着一個感恩的心啦吼。因為2025會使講是有咱經歷一個股災股難一個年份吼。就是講南西地震，南西地震過來，丹那斯颱風這部分愛種種的這災害。實際上咱台南所有這宮廟，像伊玉皇上帝帶領之下呢。咱感受到這神明的保佑。這屆迄個今年的這地震也好，風颱也好，雖然財務損失，我相信大家當感受到講吼，大的部分攏無去損傷到，會使講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吼。所以咱來感受到講，天災無情，但是人間有愛，眾神佛的這個保佑。典禮由台南市14區的區長以及將近60位救災的善心代表上台領受感恩壺。這間由天壇甲桃園大使王國珍來合作製作100基的手作感恩壺，每一件作品攏是獨一無二。另外，王老師嘛將家己的一件珍藏懸將近1公尺的感恩壺龍頭水柱來送予天壇典藏。我哋廣福又閣發生這麼大的災難，所以今仔日有製作一款作品要來送予咱的一寡善心的單位，也是個人，尤其是一寡殘智英雄。當然啦，有法度人完全講送甲完全，但是表達的是12萬分的善心。這件這好的作品，過去有人想要買，伊攏唔敢買出去。今仔日利用這個這樣新鮮的機會，要來送予咱天壇，送予咱天公祖上卡，上有意義啊。那麼伊嘛希望講，這件作品咧，伊人會過落去，但是這件作品啊，留存佇咱天壇，永永遠遠會當用咱信徒咧來看來參觀。王國珍老師的愛甲祝福。台灣手廟天壇嘛，回敬王大師的一字邊，表達對着大師藝術的成就甲着意義來表示敬意。台南新聞林盈根採訪報道。